来关心天气，这几天雨落袂停。气象署表示，因为台湾附近的云真高，所以到礼拜拢会落雨。另外，伫咧菲律宾东部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今仔日较暗咧，可能会真侪风台。后礼拜一会来到台湾东部海面，虽然袂扫入来台湾，不过东部可能会有长影，就要特别注意。 这阵啊，全台雨落袂停，而且拢是落咧停咧短暂雨。虽然风面豆豆啊来离开，不过因为台湾附近的云也真高，气象署表示拜五甲拜六也是会继续落雨，尤其是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，加上东部外海的对流分系，致使东部地区拜五透早就开始落大雨，而且规工拢会受到影响。 台湾这边其实云系发展都还是相当的旺盛的，所以其实还是不断的有些云系移入，带来一些降雨的情形呢。我们其实也可以注意到，在台湾东部外海还是有一些对流云系在做发展呢。那这些对流云系在今天清晨也对兰屿造成了豪雨的现象。那我们也不排除在花东以及绿岛跟兰屿，今天可能还是会受到这些比较强的云系影响。另外，菲律宾东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，气象署指出，拜五透早8点，这个气压是伫咧台湾南东方向大概1700公里左右，较暗有可能就会来成做风台。但是离台湾真远，预计是未来造成直接的影响。不过东部地区的民众要注意，27到28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，东部会出现长影。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会在今天到明天逐渐的接近菲律宾东方，到礼拜天开始会逐渐的往东北的方向转向，然后往东北的方向移动。因此，整体的预报路径对台湾来说，距离上还是比较遥远的。不过，在27号，也就是台风逐渐在巴士海峡或琉球南方海面以东北上的时候，可能会为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带来长浪现象。气象署嘛提醒，拜五到礼拜马祖较会大蒙雾，影响能见度，恐惊会来影响到交通，所以有要坐飞轮机的民众就要加加注意航班资讯。记者王可轩、柯明哲台北报道。